那我现在都提倡吃素了哈，用素的猪啊，素的牛啊，素的羊啊，素的哦，素食的。以前的没有吃素，现在都很流行吃素了啊，用素的来替代的。祭孔大典也都用素的啊，素的牛羊猪。哇，这里连住了，什么东西连住了？橡皮筋啊，绑链啊，哦还好，拿得掉，你字没有挖掉。
这个好，这个好。